小姐，你昨下叫我约到第几集啊？我甲你讲啊，我吼专门看了呢，规夜拢无去。小朋友，行，我甲你讲哦，这个船顶有足侪宝藏，等者咱做伙。是讲那敢若恁两个人船长有要来摕宝藏啊？我甲你讲，我到即马哦，拢无看到伊。我无看到伊。是讲恁两个人乌咧那这么严重啦？你是几点困啊？阮最近哦，少咧看迄牛车来去啦，阮两个哦，袂觉吼，规夜拢无困，就爱困。真正足好看的呢。毋是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安尼拢无困，安尼对身体无好啦，有可能安尼大哭啦，大哭皮肤会变歹，上严重会增加吼迄心脏病风险哦。迄无困袂用的啦。你这人嘛是真奇怪咧。你讲啥物？你规暝拢无困，啥物会大哭皮肤病，还心脏病？你嘛伤严重啊！你讲啊伤含啊！不是啦，你那这么严重，你是中毒，互抓夹着是无？唔是啦，想甲你中毒，你嘛拜托的。不是无你安尼敢若迄乌咧，安尼挂伫迄目睭内，敢若猫形同款。敢有？你嘛是看牛车来去哦？迄我早就看煞啊！我是拍电动，我甲你讲，有一关哦，我拍3暝3日拢无困，嘛是拍袂过。唔是啊！安怎？我当一位船长是来甲你交代这个代志，而且你起来佫讲遐有诶无？我甲你讲，你来去，你出去。不是啦，你就是拢无困，才安尼高兴地安尼暴走啦。我甲你讲，你安尼袂用是安尼影响到你的发育，记忆会变歹，你啥物代志拢会袂记哦。你嘛是真奇怪咧！我啥子？你佫牵好我发育，而且我嘛无不错啊，而且我记忆嘛足好啊。真好，你看。就头前你讲你是啥物对我拢会记忆啊。我啥物对你讲？你是。我是。还没介绍。还没介绍。是啊，你看你安尼记忆变歹啊啦。哪呢？小朋友看头前大声讲出你是啥物队？阮是3连宝糖会队。好，你介绍一下你是啥？我叫做新妍，我叫做阿德，我叫做尤婷，我叫做丽娟。哦，3连宝来啊。对啊。哦，你由头到尾你是嘛拢无困哦？你有困哦？无啦，我是讲你讲，迄落规暝无困的经验，还是晚困的经验？晚困的经验。敢若过年的时阵，差有几点？1、2点。11点。11点。11点对阮来讲，敢若是天光咧。不用小朋友的朋友，不用11点啦哈。够像。好铁咧，你几点困？我9点。9点半就困啦，安尼。有定你敢有规暝无困？拢有哦。你是几点12点。12点。目算换哦。精力咧。平时9点半困。对啦，安种真乖啦吼。毋过船长，我甲你讲，你一定要正常食，正常困，千万袂用算到忝的时阵才困，哎呦，对身体无好，会拍安尼哦，会足够感冒的。安尼啊，身体会歹歹对哦。啊。无我就感觉规身躯哦，感觉足压你是毋感觉在。即摆心脏有淡薄无爽快？慢啦，你莫搁甲我纠缠嘛，我会保养啦。保养。多谢你，你甲我提醒啊。好，恁是要提保重啊？来遮提保重的哦。好啦，真正会加在有因甲咱讲啦，无咱若是搁继续安尼规暝无困哦，真正会出代志，歹爆炸哦。好啦，今仔日恁就好好加油啦吼。好。今仔日阮看起来足忝的。是。恁就尽量体。好。我连这种镜头拢照出来。你叫我互伊啊。好啦，袂使影响伊。好啦，恁就尽量啦吼。好来啊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卡。叫阮的名，这关是新鱼仔的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安呢。3连宝来的小朋友。敢会当，互恁家己介绍，恁头壳顶迄个字是啥？我是鸡。鸡。你家己住家啊咯，还是住伫个倒位？
你看大鸡，大鸡。大鸡哦，啊，较参照细条安怎讲？我是巷仔底的巷，行水哦，行啊地行，来行的，行啊来的好，吼。来，啊，有定你咧，我是桥，你是桥，啊，你经理是啥物字？我是车头的车，车头的车，啊，你是我是路边一条花的路，老开戏，开戏，开戏。开始啊，要开始啊！嘿差不多差不多开始啊路。边的好路不？现在噶，来哦，准备开始哦。第一个是桥，桥，好爱弟弟。好，谢谢。啊，看好才行啊，哦。我卖走手机啦哈。来，准备好。来，我头前。安怎讲？拍，好，pass，谢谢。好好，再来，马紧马紧，来紧，来紧来，尽量讲，尽量讲，别放弃哦。后尾，好，好一过。来，好好一位。尾好尾哦。来，车。哇，我紧张哎啊。呦，卖走手机，卖走手机。看伊啊较准的哦。路。啊，搞。啊搞，哇，再来，行，我看好哦。嘿对。来，我头前。三角，哎呀，好，来，后一位。加油！来哦，一位，车。来，苗栗，好，无歹势，讲对。后一位。别紧，我讲互桥一个机会，对桥。啊！来，哥哥姐。天河，对。好，后一位。啊！拉！我跟你笑啦，我小朋友讲故事的啦。来，鸡人，鸡人，哦，鸡，啊，这个呀，哎呀，来，啊，好，我看好水在这无？第二块喝水。来，有港的所在伫倒，鹿港，什么？鹿港，你讲六角，鹿港，哎，安尼不是，不是后一位。别紧，来，快走，跳，你，好停。好，来，车讲，帕斯，好 pass，就大声的。安尼哦，镜头甲恁救人，对我是哦老救者，老救者。来，骷髅山，哎对，嘉义猪肉山，好，等下，好，徛遮，好，水，来车讲，古马人，水，拜拜哦，行就好的哦，好，要不要有上机会？好，等下，趁机等下，好来停，徛遮，趁机加油你等下，好，来，啥不一样？半线，半线是倒位？彰化，是吗？对啊，半线彰化，进前拢恁遐讲半线，嘿，半线我遐，哦，因兜啦，半线。后尾，后尾是倒位？淡水，淡水，要淡水。哎呦，拜拜哦你真知影哦，真好。啊，个咧，马里，马里马里，恁敢有一种动物叫果子猫？果子狸，果子狸，嘿，嘿，就叫果子猫，迄个猫，马里马里，就是苗栗。好茶，老袂过倒位？棍港，安平港。安平港，啊，好茶老袂过安平港，恁敢知影啥物意思？就是好康的哦，拢轮袂甲咱啦。因为怎一个一箍茶，伊一定是对溪头上顶悬开始流落来，啊安平港就挖海嘛。伊哪有可能流到安平港，迄个茶搁伫遐，早就叫人捡伊啊啦。安尼知影无？知影，好，来府城，大路看清楚，搁念一届。府城，柑仔兰，嘿，干妈兰。柑仔兰是倒位？宜兰，宜兰对。嘿，宜兰。哎呀，摕了7题，通啊摕1块大片来，请坐。对哦。这边那个配后的，等一下，等
习卡啦。嘛烂，对啦，爱练习啦，安怎心仪啊？嘿，好，这题吧，唔是无半题啦吼，继续加油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进来个。好康到小报，一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扔去倒一空，另外4位队员要讲出相对应的答案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看恁会当钓到几题，莫阁惊啊啦，拢个 pass， 我的保障就安全啦。来哦，看有较清楚的，要4个字，你应该讲出有这4个字的词吼。讲较好讲哦，讲嘛有啊，你用。用讲，好。心较少吼。唔通讲伤济，来哦，尽量讲哦，加油哦，唔通放弃哦，来哦，进来个。来，加油！我甲恁同学加油一下。行，我甲加油先。好出来，好出来。按这些哦。哎呦，暗红，暗红，哎呦，赞哦。专业。暗 A M 对，暗时，暗时。按公教。好，来继续。会当心啊。心加油加油加油诶！哎呦，恭喜恭喜！新菜姐，加油，小朋友加油哦！加油！新新的，新店啊，新年，新年新衫，新衫哦，后摆袂使讲物件。新店。新店好哦，来，后一个加油，我刚才在看后边。后壁因头前无。靠边哦。讲还是讲拢会用啊？讲。哦有啊，来，讲还是讲拢会用的。一根，天光。立功钉，嘿对，跟线，什么线？光线啊，跟线，光线。公平顶。好，对，公平顶。来，时间也差不多够1分钟。有点好，他拢会时间吼，因为呢时间有限，有点好啊。因为迄地我到里面，广告。高加比，汉告，哎呦，你真喊过。加喊告，我告。高车，会用的，高铁。时间到啊。高铁。高铁，啊，高处。高处，好来，出来好。来，小编来加。新新新新年，新年，新年。新牛啊，新牛，新年啦。新啊，新有一个所在叫做新娘。新年。新重新。重新开重始。新开始。好，16题，2题大片来，请坐。你别去提，好，你去我都听打好哦。大家。好来，今摆来到上尾关啊！嘿嘿，加油哦，赢来个！听我来讲故，这关要来考验恁讲故事的能力。队员虽然抽一张牌啊，甲牌啊顶面的物件连做一条故事，2回合看会当讲到几条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大片。我上介意看你上脑筋啊啦！哎呀，恁感觉讲故事对恁来讲是简单还是困难？困难，一半一半。所以你感觉你感觉困难，所以你排伫第2个，安尼有较好。我紧，不要紧啦，帮助伊就好。帮助伊哦。这个心态真好，真健康。
咱先抽牌，看卖因抽到什么卡。来，来，好来准备讲抽一先卖看，先卖来看。看，我讲请掀开，才通掀开哦。抽来看来，你，抽来看来。哦，你抽啊，你抽啊，紧抽紧抽。我要抽啥人会用的吼？好来，请掀开。喊开来菜，哇！做哇，大声甲念出来。冰角，边角，再来你的是啥？碰气，碰击，碰气，碰气，吹风机，吹风机。用机。哦，这 bonus 哦，面筋甲笋啊。嘿，你啊两个拢讲哦，两个拢讲对，两个讲对哦 bonus 才当加一片。对哦。好，我是球啊。好，来哦，恁来甲。热天的时阵，我的水内底拢会加冰架。我有去碰树，碰气。碰气。啊，我家己洗身躯，摕吹风机家己吹咧，吹打。吹打。我有去碰树，碰气。碰气。啊，我家己洗身躯，摕吹风机家己吹咧，吹打。吹打。我去摕面巾，家伊切面，甲摕笋仔互伊食。对吼，啊，抱起洗身躯了，我就带伊去公园散步，啊，公园足侪树仔的，甲锁啊透开，就走去迄树仔悬咧耍，的。差下晡的时间，我就带碰去转去阮兜，碰去转去我，这是碰去出去耍的一天。好来耍。那第一个我是感觉较无问题，因为是第一个是个起头，啊，接落来哦，抱起碰气。无啊，你啊接伊的话，看讲他讲啥？安尼因对啊，都无关联啊，所以才靠半，才靠半个啦。啊，搁过去，嘛是伊摕嘛是可以啦，嘛是可以伊摕面巾吼，该切的。这个切切的，啊，伊啊，毋过伊头拄讲毋对啊，切伊讲侧面侧面，是侧面，切面。哎，安尼算靠半个啦。好，来牌甲收起来，好，来收起来，咱敢有要换位？看你要换无？有要换位无？换位无？下面换位无？下面想要一个无？就叫安尼嘿。好，来抽牌。开始讲一张哦。请掀开。嘿，大声讲出，这是啥？笔记本。笔笔记记本。本，笔记本。寒天。寒天冷软糖。冷糖糖系对，软糖。酸酒。酸酒。酸酒。好，菜菜龟布。好，到底这个故事的生啥形呢？来哦，听落去，现在个。我去学校有载笔记本，我写寒天的日记，写完寒天的日记，我就去合作社买软糖。买软糖好。去合作社的路上，路上。我看到涂骹有蒜椒。涂骹有。看到涂骹有一粒蒜椒，啊，毋过迄蒜椒安尼乌乌看无清楚，我就甲这蒜椒摕去我的教室，啊，找一个菜龟布，摕这个菜龟布，甲这蒜椒安尼撸清去，啊，真正是蒜椒咧！吼，我真正是趁着啊，趁着，我就甲这蒜椒，我就再去厝内底甲这蒜椒摕着我册包，啊，等去说我送互阮妈妈做这啊，我有摕去警察局，我摕去警察局，差一点嘛。我摕去警察局，甲警察先生讲，我捡到一个蒜椒，警察先生讲我是好宝宝，是真好囡仔了。真好囡仔，就安尼结束。好，煞。伊是好宝宝，来，我有一本笔记本，嘿，目前是无啥问题。无伊起一个头，伊安怎讲，其实拢会用的。对，接无伊了，开始啊，伊讲伊写，寒天的故事，寒天的啥？你讲啥？寒天的日记。伊应该是爱接讲，我摕笔记本
来写记录这个寒天的记录寒天的日记啦。对，我感觉这怪怪啦，嘿，小靠半个，靠半个。伊只我感觉软糖无问题，嘿，无问对题。，啊刷落来。伊捡着酸椒，对啊，去合啊，作不过有一个问题，因为伊捡着酸椒无问题。无问题，我感觉伊无问题，但是是队长有问题。我什么问题？因为伊讲，你不是讲乌噜噜，你哪知伊是酸椒？对啊，对啊，你讲，伊敢若是蒜椒，佮敢若是乌鲁鲁，佮敢若是石头。袂你袂使硬你啊。袂当对啊，好，安尼听起来就是靠你一个，只靠半个，佮头先的半个，所以是靠两题。好了，啊，不过嘛是哇，我是啥哩啊？两题大屏加上 bonus 3题，来去题，好，小眼你去摕沙地啊， 3题哦。哎，袂歹哦，等咧后壁凊彩打拢会用，等一下当刷位吼。好，大好才过来哦，哈。搁一题，好，小哇，你嘛眼来是提要了啊呢。真正的哦，点点嘛是食足侪我讲的啦吼。啊，不过到底敢摕到宝藏呢？引来啦！哎呀，来到对来讲上紧张的关卡。无唔对。哎呦，啊，所以是由定出来代表杯。恁敢有想要刷位？好要刷位，还是安尼就好啊？刷位还是安尼就会之前有刷过，之前刷过就无对哦。好来，由定，我讲请背落，你才背落。到底来自三重埔正义国小的小朋友，敢有法度摕到宝藏呢？请背。较大来哦。我轻轻啊背，拿得足好诶。慢酒。这就是趣味倒伊啊！这伤暧昧啊，这。伤暗啦！我搁确定者，你家弟。咱今仔日送的是趣味倒伊。这内底是讲鬼仔的故事。几个讲，我无你惊，我有三太子加持呢。你鬼仔嘛有啊？你有咧讲那个鬼啊的。你嘛做成的，你应该较早困啊。咱即马较早刷，较早去困，对。真忝呢。啊，你今日参悟落来是面啥款？嘿，你讲。欢喜无？有。有啦。好来，足故意的。真欢喜，真欢喜，欢喜。啊好对，欢喜。欢喜啊，啊，快乐。你整理咧，是毋是啥款？除了欢喜，欢喜，嘛是欢喜。嘛是欢喜。好啦，希望恁继续欢喜，啊，继续讲台语，好唔好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到底讲大意。啊，较早困的，身体才会好。哎呀，莫讲规暝无困啊啦，是会较歹哦。会拍歹身体啦吼。